再来关心时大共款嘛是爱目睭剃护金，这是咱看到眉周菌的问题。小儿科医生发觉讲，用来治疗的红霉素，有70%的病人拢有抗药性，提起时大一定要注意。我还好，喉咙不肿。 囡仔身体无拄好，家长实在真烦恼，紧甲带来小儿科互医生看。秋天是麦将菌肺炎真会发生的季节。根据医学中心临床医生的观察，今年收治病患的数量已经超过去年的2倍，甚至还有病院的个案出现迄落真严重的肺积水，这个会反起反倒咧发烧。 就要带院来治疗3礼拜才会好势。跟普通的肺炎治疗不同的，就是要把这个肺的水引流出来，不然这个小朋友就会呼吸急促，非常的不舒服，甚至会有生命危险。 医师表示讲，较严重的感染，例如甲肺积水，像这款状况其实是无济。麦将菌肺炎一般会因为这个拍卡像喷烂，甲流鼻膏这的伤烂物，若是有去目到，就会去互胃到。 这较会发生伫个5岁至15岁的年岁，患者大部分拢出现伫个春夏交接甲秋天。伊的病情包含有这个呼吸道的感染，扫真久拢袂好，还佫有有痰、发烧甲真悬拢袂退热。这款的症头甲号做会惊路的肺炎，伫个今年佫发现着讲，主要用来治疗的这个红霉素。 有70%的患者拢有抗药性。如果红霉素没有效果的话，会换其他的抗生素，比如说4环霉素啊之类的，是有别的药物可以使用。疾管署嘛提醒医生讲，假使若是使用抗生素来治疗，都要注意这个抗药性，会当考虑用其他药物来代替。另外，今年公费的流感疫苗，延后到11月15才开始来做预防射。疾管署估计讲，寒天这个高峰期可能会出现伫个过年了后，安尼比逐永年有较晚。也若做预防射的时程，袂去影响到群体的保护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